嗱，今集嘅內容咧係專為一啲對八字命理有基本認識嘅朋友而講噶。佢哋咧好多時都會話12個地支裏面都藏有一啲天干嘅氣。嗱，呢樣嘢咧好難去記。好啦，我就一連兩集教大家知道佢嘅原理，同埋點樣去快速熟習嘅技巧啦。嗱，首先講下10個天干嘅原理先。嗱，甲咧就為陽木，乙就為陰木，丙陽火，丁陰火。如是者咧，戊己為土，庚辛為金，壬癸為水。嗱，佢哋咧都係咁樣分陰陽，總共咧分為5陽5陰。嗱，跟住到12個地支啦，大家都知道12個地支可以對照一年4季裏面嘅12個月份。嗱，1至到3月咧就為春天，亦即係咧草木萌生嘅季節，所以五行就為木。嗱，壬就為正月，卯就為2月，辰就為3月。嗱，呢3個月咧正好代表咗春天嘅週期。嗱，其餘嘅地支對照嘅月份同埋所屬嘅季節咧，大家可以睇呢個表就清楚晒啦。好啦，重點嚟啦，由於12個地支裏面都會各自藏有天干嘅氣。嗱，有啲咧就藏1個，有啲咧就藏2個，嗱，最多咧又會藏3個。嗱，咁樣點樣去記呢？嗱，先講下春夏秋冬各自嘅第一個月份，亦即係咧寅申巳亥呢4個月。嗱，由於根據4長生嘅法則，無論主氣、中氣同埋餘氣都必定為陽，所以既然寅咧係代表春季嘅第一個月，又係屬木，所以咧配嘅都要配翻屬木嘅天干，而且咧亦只會配甲呢個陽嘅天干。嗱，跟住到夏季啦，夏季係屬火㗎。所以配嘅都要配翻屬火嘅天干，而當中咧亦只會配丙呢個陽嘅天干。嗱，其他嗰啲都係如此類推啦。嗱，至於中氣又點樣排嘅呢？嗱，由於中氣代表有孕育下一個季節嘅能量，又或者咧可以咁講，係以自己所屬嘅五行去生旺下一個五行嘅法則，所以寅木就能夠孕育下一個季節嘅氣，亦即係夏季嘅火。而代表火嘅天干呢，就只有丙同埋丁，但係都係因為法則嘅規定，五行屬性必定為陽，所以配嘅天干就係丙啦。嗱，又例如地支申嘅中氣又藏咩天干呢？同樣都係辛金就能夠孕育下一個季節嘅氣，亦即係冬季嘅水，所以要配嘅天干呢，就係屬陽性嘅壬水啦。嗱，不過有一點要留意，地支巳嘅主氣係火，而五行法則火只會生土，所以巳藏嘅中氣就係屬陽嘅戊土啦。因為有咗呢個戊土，就可以做到一個中轉嘅角色，佢先能夠孕育到秋季所屬嘅金氣。呢個呢，亦都係季節轉換嘅定律。又或者可以叫佢做五行流轉嘅定律。至於寅巳辛亥各自最後所藏嘅餘氣，根據法則嘅定律，五行屬性咧繼續都係指定為陽嘅屬性，而且都會藏有土氣，所以可以藏得嘅，而且五行屬性係土嘅天干，就一定唔會係己土啦，就只會係戊土。嗱，舉個例，大家去留意到地支寅申，佢哋最後嘅餘氣都係戊土，由主氣到中氣再到餘氣，三種氣嘅五行都有一種咧相生嘅關係喺度。即使頭先講嘅地支巳餘氣係庚金，但其實佢嘅中氣已經係戊土啦，所以可以孕育到秋季所屬嘅金氣，所以最後就排上咗呢個庚金啦。但係有一點要特別留意，就係由於地支亥佢嘅主氣同埋中氣咧藏有水同埋木喺度。水同埋木本身咧同土呢個特性有一種咧相克同埋被克嘅關係，佢同其餘寅巳申呢3個地支唔同，本身3個氣咧都有一種連貫嘅相生關係特性，所以亥裏面嘅餘氣就冇呢個戊土出現啦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下集再講埋其他地支藏氣嘅原理啦。如果大家想睇到我更多嘅風水命理、面相掌信同埋易經嘅節目，歡迎subscribe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呢個鐘仔，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嘅IG 同埋 Facebook 噶。